随时都可以开始。哎，等下重来一次，我们要重来一次。你要重烧，只要跟他后面。对，我们跟他后面，我们跟他后面。你知道重烧的是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重烧，因为那样。我靠，我们这好像同一个。感觉刚火车抽动。哎，他等下会中，他等下加会。哎，同样再拍一次。好。跟你讲，看就会明明都会，看到就是菜，菜爆，我再拍一次。对。来，我开始了。白痴队，我以为在说白痴，我第一个一上在旁边。旁边吗？不会的。哦，他妈说个白痴就好，不用干他妈还要玩。必须成功。OK，厉害。